一邊食住建築美學菜，一邊睇古典舞表演，真係好正啊！全球首創嘅建築美學菜，好靚好精緻，仲可以食到雪蟹，好鮮甜。你睇幾生猛，簡直係奢華嘅享受啊！呢間你真係要 save 低，係情侶約會、節日慶祝打卡嘅好地方。喺深圳嘅古建神話，入到去大廳就見到大個金佛像牆，金光閃閃，好壯觀啊！呢度設有獨立包廂房，私隱度高，夜晚你仲可以睇到好靚嘅景致添，仲有戶外全透明包廂房，你睇幾正？呢度仲有免費生日紀念日佈置，送你 DIY 精緻伴手禮。佢每道菜都係藝術品，全球首創建築美學菜原創菜藝，用食材搭建古建築，將建築結構做成擺盤藝術。呢個係斗拱，用咗牛肉、芋頭等食材砌成，新鮮美味。呢碟係飛任，用壽喜燒湯拆成，全程都有靚女服侍你，可以解放雙手。牛肉好嫩滑，北京天壇將成個節連殿用黃絲魚、金槍魚等刺身黑金包砌翻出嚟，真係好靚，食落去好鮮甜。牛小排、燒肉肉質細嫩，雪蟹5劈，有蟹肉蔬菜沙律，蟹腿刺身真係啖肉好鮮甜，正啊！呢碟係雪蟹薑葱炒蟹身，肉質鮮嫩，野味可口。蟹黃燒素翅真係啖嘅蟹黃翅啊，好濃郁。蟹黃野米粥有蟹黃小蝦蛋，食落去好鮮甜。松露瘦頭蘭花薄，口感爽滑。熱食有香茅脆炸妙齡鴿，外脆內軟。清炒時令蔬菜，呢碗係清湯香水蓮，飲落去清香甘甜。甜品有鳳雅當布甸，好精緻。配醉皮晏晝食雙人餐都係398咋。定位嚟古建神話深圳灣1號，睇靚景享受美學菜啦。另外樓下仲有2間文化餐飲，地址可以睇內文。